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嘅專題。喺香港呢個充滿傳奇色彩嘅娛樂圈入面，有一段情糾纏咗超過20年，被無數人奉為真愛嘅天花板，嗰個就係謝霆鋒同王菲嘅世紀大復合。大家都以為佢哋呢10年嚟喺大理、喺北京避世，過住神仙眷侶一樣嘅生活，就係呢段感情最好嘅終點。但係邊個會諗到，一聲清脆嘅玻璃破碎聲，同埋一句由細路仔口中講出嚟嘅阿姨，竟然會將呢場維持咗10幾年嘅仙氣美夢徹底震碎。今日我哋就嚟深入拆解下喺謝霆鋒嘅憤怒、王菲嘅眼淚背後，呢場3個入面嘅電影，到底邊個先係真正嘅局外人？而56歲嘅王菲點解會喺張柏芝小仔開口嗰一刻，感受到一種徹底嘅淒涼？深宵嘅淺水灣本嚟係好安靜嘅，但係嗰晚謝霆鋒嗰聲壓抑咗好多年嘅狂吼，好似一粒驚雷咁樣，直接將呢份死寂撕開咗。邊個可以想象到，平時喺鏡頭面前咁型、咁冷靜嘅謝霆鋒，竟然會喺客廳入面好似一頭走入絕路嘅困獸咁樣，對住王菲大聲咆哮。佢問王菲：你發夠神經未？我叫你唔好再嚟搞局啦。當時王菲就咁僵喺原地，嗰張56歲，平時睇落好似唔食人間煙火嘅清冷面孔，喺慘白嘅燈光下面，竟然顯出一種從來未有過嘅倉皇同淒涼。佢嗰雙好似睇透世事嘅眼，呢一刻劇烈咁抖震住，倒映出謝霆鋒嗰張因為憤怒而扭曲，因為痛苦而猙獰嘅面孔。半分鐘之前，嗰度仲係一片死寂嘅對峙。謝霆鋒隻手死死咁按喺紅木台上面，用力到指甲都變白咗，手背上面嘅青筋好似毒蛇咁樣游走。佢嘅呼吸好沉重，每一口空氣好似都帶住血腥味。而喺佢面前係一張被油皺咗嘅合照，上面係張柏芝牽住8歲大嘅仔仔，笑得好溫軟，好刺眼。呢張相比起任何武器都更加鋒利，精準咁扎入咗呢個家最隱秘嘅裂縫入面。謝霆鋒對住王菲講咗一句好重嘅話，佢話：你以為你贏咗時間，其實你輸俾咗血緣。呢句說話好似咒語咁樣喺空氣入面回蕩。王菲想開口，但係喉嚨好似俾人捏住咗咁，發唔出一點聲音。佢習慣咗高高在上，習慣咗隨性而為，但係佢唯獨算漏咗呢個一向對佢百依百順嘅男人，竟然會為咗前妻湊大嘅細路，當眾對佢拍台怒飲。呢一刻，咩天后嘅光環，咩超脫嘅仙氣，通通都好似被烈火燒過嘅禪意咁樣，瞬間灰飛煙滅。呢度邊度係愛情嘅聖殿，分明就係人性的修羅場。嗰一地嘅碎玻璃渣，折射出嘅全部都係呢段宿命糾纏入面最見唔到光嘅自私同埋荒謬。全香港嘅媒體其實一直都喺度等一個結局，但係無人預料到，呢個結局竟然係由一個父親近乎絕望嘅崩潰開始。謝霆鋒眼入面嗰種紅，到底係積壓咗太耐嘅愧疚，定係對呢段所謂仙氣愛情最徹底嘅幻滅？喺香港呢個巨大嘅鬥獸場入面，最殘忍嘅戲碼從嚟都唔係明刀明槍嘅廝殺，而係嗰種隔住肚皮帶住笑意嘅狹路相逢。淺水灣嘅霧氣仲未散去，中環半山一場私人畫展就變成了佢哋3個人避無可避嘅修羅場。嗰度係全港名流匯聚嘅巔峰時刻，空氣入面漂浮住香檳嘅微醺同埋頂級香水嘅冷冽。當王菲嗰抹清冷嘅身影同埋帶住2個細路嘅張柏芝迎面撞上嘅時候，成個宴會廳嘅氧氣好似瞬間被抽乾咗咁。王菲依舊係嗰個王菲，着住一身極簡嘅黑色長裙，頸上面甚至唔屑於點綴任何珠寶。佢企喺光影交錯嘅中心，好似一尊俾人仰望但係唔可以掂到嘅冷玉。嗰種礙於世俗嘅仙氣，本嚟係佢最堅固嘅鎧甲。但係就喺佢轉頭嘅嗰一剎那，呢副鎧甲裂開咗一道猙獰嘅縫隙。對面嘅張柏芝牽住細仔馬卡斯嘅手，腳步不緊不慢。佢身上無王菲嗰種出塵嘅疏離感，相反，佢透出嚟嘅係一種喺煙火人間入面滾打過後近乎蠻橫嘅生機。佢着得好熱烈，笑得好燦爛，眼角眉梢都帶住一種我雖敗猶榮嘅母性光輝。謝霆鋒就企喺呢2個女人中間，呢個喺銀幕上面天不怕地不怕嘅硬漢，
呢一刻卻好似被釘死喺恥辱柱上面嘅囚徒。佢嘅目光喺兩個女人之間劇烈咁搖擺，一邊係帶佢逃離凡塵、尋找靈魂共鳴嘅白月光，另一邊係為佢生兒育女、喺泥濘入面獨自支撐嘅舊時髮妻。嗰種空氣入面嘅張力，簡直要把人嘅耳膜震碎。王菲嘅眼神掃過張柏芝嘅時候，甚至連一秒嘅停頓都冇，嗰係一種極度嘅近乎防禦性嘅冷漠。佢喺心入面無數次咁暗示自己，我先係贏家，我擁有謝霆鋒嘅靈魂，我擁有呢段被時光洗禮過後最純粹嘅愛。但係當佢嘅目光落喺馬卡斯嗰張同謝霆鋒簡直係同一個模出嚟嘅面窿上面嘅時候，佢嗰種引以為傲嘅冷靜，好似被重錘擊中嘅薄冰咁，發出咗清脆嘅碎裂聲。嗰種血緣嘅壓迫感，係任何靈魂契合都冇辦法抗拒嘅。張柏芝呢個時候先開口，佢無叫阿飛，亦都無叫黃小姐，佢只係輕輕拍咗拍仔仔嘅膊頭，語氣溫柔到令人毛骨悚然。佢話：馬卡斯，去同長輩打個招呼。呢一句長輩好似一把裹住蜜糖嘅砒霜，直接灌入咗王菲嘅喉嚨。56歲嘅王菲喺呢個瞬間，第一次喺公眾視野入面露出咗名為狼狽嘅底色。佢嗰雙空靈嘅眼入面，竟然閃過咗一絲從來未有過嘅屬於凡夫俗子嘅嫉恨同埋荒涼。佢發現自己苦心經營嗰座唔食人間煙火嘅空中樓閣，喺張柏芝呢種帶住細路、帶住屎尿屁、帶住柴米油鹽嘅真實面前，竟然顯得咁單薄、咁搖搖欲墜。呢一場伏擊，張柏芝贏喺佢嘅唔設防，贏喺佢嘅母親身份。佢唔需要講太多嘢，只需要企喺嗰度，等嗰兩個細路成為謝霆鋒生命入面冇辦法抹去嘅背景板就夠啦。而謝霆鋒呢，佢嗰張稜角分明嘅面喺燈光下面半明半暗，佢內心呢一刻正經歷緊一場海嘯。佢睇住王菲嘅清冷，嗰係佢曾經夢寐以求嘅自由。佢又睇住張柏芝身邊嘅細路，嗰係佢呢一世都還唔清嘅債。喺呢場三個入面嘅電影入面，到底邊個先係真正嘅局外人？係嗰個自詡超脫，但係喺血緣面前潰不成軍嘅天后，定係嗰個滿身傷痕，但係靠住細路握住最後籌碼嘅前妻？呢一場修羅場嘅對峙無硝煙，但係比任何戰爭都嚟得慘烈。王菲轉過身，強撐住最後一點優雅行向露台，但係佢抖震緊嘅指尖已經出賣咗佢所有嘅惶恐。佢意識到自己呢10年嚟苦苦守候嘅，或者只係一個虛幻嘅泡沫。只要嗰個細路一開口，泡沫就會化作一地腥臭嘅肥皂水。呢係一場預謀已久嘅情感圍剿。張柏芝用最柔軟嘅方式，向全世界宣告咗王菲最致命嘅軟肋。你可以擁抱謝霆鋒嘅而家，但係你永遠都冇辦法參與佢嘅生命延續。嗰種淒涼感由王菲嘅腳底升起，迅速蔓延到全身。佢望住維多利亞港嘅霓虹燈，第一次覺得香港嘅夜色竟然係咁凍，凍到令人想喊。露台上面嘅風吹到入骨，王菲指尖嗰根細長嘅香煙，火星喺黑暗入面忽明忽暗，好似佢呢一刻搖搖欲墜嘅自尊。佢以為捐入呢方寸之地嘅陰影入面，就可以避開宴會廳入面嗰啲好似刀劍咁嘅目光，就可以掩蓋住頭先嗰一瞬間嘅失態。但係命運最殘忍嘅地方就係，佢從嚟都唔會俾你喘息嘅機會，佢要睇住你徹底崩塌。一聲自亂但係清亮嘅童音傳嚟，叫咗一聲阿姨。呢把聲好似一粒石子咁，猛咁灌入咗死水潭入面。王菲拎住煙嘅手指猛咁一震，灰白嘅煙灰跌落喺佢昂貴嘅真絲長裙上面，燙出咗一個醜陋嘅黑洞。佢僵硬咁轉過身，見到8歲大嘅馬卡斯唔知幾時已經企咗喺落地窗嘅陰影處。嗰張面簡直就係謝霆鋒童年時代嘅翻版。嗰雙倔強但係帶住少少憂鬱嘅眼神，同謝霆鋒當年初出道喺舞台上面摔吉他嗰陣嘅狂傲一模一樣，但係又多咗幾分令人心痛嘅無辜。王菲習慣咗面對萬千歌迷嘅尖叫，習慣咗面對媒體嘅長槍短炮，但係呢一刻面對一個8歲細路嘅注視，呢位中華樂壇30年嘅天后，竟然感受到咗前所未有滅頂一樣嘅恐懼。
馬卡斯就咁靜靜咁企喺度，聲唔大，但係好似一記重錘咁，狠狠咁砸喺王菲嘅靈魂深處。佢問王菲：阿姨，點解你總係令我爹地媽咪喊？呢句說話邊度係一個細路嘅提問，分明就係血脈深處積壓咗好多年嘅怨念，喺呢一刻揾到咗爆發嘅出口。王菲張開口，喉嚨乾到好似被火燒過咁，佢想話呢個唔係我嘅錯，佢想話大人嘅感情你唔明白，佢甚至想攞出一副長輩嘅威嚴出嚟。但係當佢低頭對住嗰雙清澈到無一絲雜質嘅眼嗰陣，所有嘅辯解都變成了最無恥嘅笑話。喺馬卡斯嘅世界入面，邏輯係好簡單嘅，因為你嘅出現，爹地唔再返屋企；因為你嘅存在，媽咪總係喺深夜對住舊相片喊；因為呢段所謂嘅曠世戀情，佢變成咗一個無爹地陪伴成長嘅影子。呢種嚟自血緣最原始、最直接嘅審判，比任何娛樂頭條嘅抨擊都要狠毒萬倍。王菲嗰張一直被外界讚美係空靈嘅面，喺呢一秒，好似被時光嘅老手狠狠咁揉搓過，嗰啲精心保養嘅皮膚下面透出嚟嘅係一種死灰一樣嘅蒼老。佢嘅仙氣喺呢一句點解面前碎咗一地，濺起咗滿身嘅泥濘。佢一直標榜自己追求嘅係純粹嘅愛，係靈魂嘅契合，係超越世俗嘅自由。但係而家呢個細路用最直白嘅語言話俾佢聽，你嘅自由係建立喺另一個家庭嘅廢墟之上。你嘅純粹係人哋眼入面嘅自私。謝霆鋒就喺幾步之外，佢聽到啦。佢好似一尊風化咗嘅石雕咁，死死咁盯住馬卡斯。嗰種刻喺骨入面，因為家庭破碎而帶嚟嘅恐懼，曾經係佢童年最深嘅噩夢。呢一刻竟然由佢嘅親生仔親手撕開。佢睇住王菲嘅狼狽，又睇住仔仔嘅孤單，嗰一刻，佢心入面嗰座名為風飛戀嘅神殿已經開始劇烈晃動。王菲終於支撐唔住啦，佢蹲低身，手掌撐喺冰冷嘅地面上面，長髮垂落嚟，遮住咗佢嗰張晨早已經被淚水打濕咗嘅面。嗰個係王菲啊，係嗰個就算天崩地裂都要仰住頭嘅王菲。但係而家佢喺呢個8歲細路面前，喊到好似一個輸咗一切嘅賭徒咁。佢喺心入面絕望咁吶喊，話自己輸咗。佢輸俾嘅唔係張柏芝，亦都唔係時光，佢係輸俾咗呢個世界最牢不可破嘅規則，嗰就係血緣。佢本嚟以為自己可以永遠活喺真空入面，永遠做嗰個唔食人間煙火嘅傳奇，但係馬卡斯呢一記重擊，將佢生生曳回咗現實嘅泥沼。佢發現，無論佢幾咁努力去愛，只要呢個細路企喺嗰度，佢永遠都係嗰個攪局嘅人，永遠都係嗰個破壞人哋圓滿家庭嘅罪人。呢一晚，全香港嘅喧囂都變成了背景聲。喺淺水灣嘅冷風中，一代天后嘅心理防線徹底潰敗。佢大口大口咁喘氣，淚水沖花咗煙熏妝，露出咗佢最脆弱、最平庸嘅一面。佢到底邊度唔及張柏芝？其實答案一早已經寫喺嗰張童言無忌嘅面窿上面。王菲擁有嘅只係謝霆鋒嘅而家，而張柏芝擁有嘅係謝霆鋒嘅根，係佢嘅續集，係佢呢一世都冇辦法割捨嘅最沉重嘅痛。呢一場仗，王菲仲未打，就已經滿盤皆輸。喺呢10年被媒體戲稱為世紀大復合嘅真空期入面，謝霆鋒同王菲匿喺大理嘅蒼山里海邊，匿喺北京轉角嘅小巷入面。佢哋以為只要閂埋門，世界就只係剩低轉經筒嘅餘音同埋彼此嘅呼吸。佢哋呢10年的愛係偷返嚟嘅。喺嗰間充滿禪意嘅公寓入面，王菲曾經以為自己親手幫謝霆鋒修剪掉咗一身名為世俗嘅戾氣。佢教謝霆鋒品茶，教佢打坐，教佢喺落日餘暉之中看破紅塵。嗰個曾經喺舞台上面瘋狂西吼，喺感情入面頭破血流嘅謝霆鋒，好似真係變成了佢筆下嗰朵唔染塵埃嘅青蓮。佢哋追求嘅係極致嘅靈魂共振，係嗰種拋棄妻兒、背棄全世界都要擁抱你嘅末世浪漫。但係呢種極致浪漫嘅背後，藏住一種近乎殘忍嘅集體自私。當佢哋喺京都嘅紅葉下面牽手漫步嘅時候，謝霆鋒有冇諗過，遠喺香港嘅公寓入面，
佢嘅大仔 Lucas 正因為缺席嘅父愛變得越來越沉默，而細仔馬卡斯甚至喺夢入面都叫唔出爹地兩個字。當王菲喺微博上面發埋嗰啲原汁又原嘅禪語嘅時候，佢有冇意識到嗰種隨性而為嘅灑脫，本質上係對另一個女人生活尊嚴嘅無情碾壓？呢10年，佢哋活喺精心營造嘅避世幻象入面。王菲太清高啦，清高到佢認為愛可以抵消一切業障。佢覺得只要自己唔爭、唔搶、唔發聲，只要佢仲係嗰個一世獨立嘅女神，咁外界嘅指責就冇辦法接觸到佢嘅裙擺。佢享受住謝霆鋒對佢嗰種近乎信徒一樣嘅崇拜，但係忽略咗呢個男人除咗係佢嘅愛人，仲係2個細路嘅血親。呢係一種真空入面嘅愛，無氧氣，全靠幻想支撐。謝霆鋒喺呢啲年入面，性格變得越來越古怪，佢喺鏡頭面前越來越沉默，喺廚房入面越來越偏執。嗰其實係一種潛意識入面嘅逃避。佢用頂級嘅食材，精確到秒嘅烹飪，嚟填補內心嗰塊巨大嘅關於責任嘅黑洞。佢唔敢返香港，唔敢面對嗰啲同自己生得越來越似嘅面窿，因為每睇一眼都喺度提醒佢，佢嘅幸福係建立喺幾個人嘅荒蕪之上。呢種逃避，王菲係縱容嘅，甚至可以話係佢一手引導嘅。王菲太了解謝霆鋒啦，佢知道呢個男人嘅骨入面刻住一種對破碎感嘅沉溺，所以佢俾咗謝霆鋒一個最宏大、最空靈嘅夢境。喺呢個夢入面，無前妻嘅哭訴，無細路嘅討債，只有2個孤獨靈魂嘅取暖。然而，所有偷返嚟嘅時光，終歸係要還嘅。佢哋喺北京嘅公寓入面拉緊窗簾，以為可以擋住狗仔隊嘅鏡頭，但係擋唔住歲月喺血脈入面種落嘅蠱毒。呢10年，王菲以為自己成功咁將謝霆鋒由嗰個一地雞毛嘅凡塵入面掹咗出嚟，但係佢冇發現，佢掹走嘅其實係呢個男人嘅根。一個無根嘅男人，佢嘅愛再熱烈，亦都只係一場隨時會熄滅嘅靈火。佢哋喺避世之中自我陶醉，但係忘記咗因果輪迴從來唔會遲到。嗰啲被佢哋刻意遺忘嘅喊聲，嗰啲被佢哋視為局外嘅瑣碎，正喺黑暗入面瘋狂滋長，最終匯聚成馬卡斯嗰句點解。呢句點解好似一記耳光咁，狠狠咁扇喺呢段曠世絕戀嘅面上。呢度邊度係避世，分明就係作繭自縛。佢哋以為自己活成了神仙眷侶，其實只係2個唔敢面對現實嘅逃兵，喺一片虛假嘅繁華入面，互相消耗住最後嘅靈氣。嗰種所謂嘅清冷仙氣，喺嗰一刻睇落去，竟然透住一種講唔出、令人作嘔嘅虛偽同埋自私。如果話王菲係嗰對開喺冰山之巔、唔染塵埃嘅雪蓮，咁張柏芝就係嗰株扎根喺污泥入面、帶住刺但係拼命向陽嘅野玫瑰。呢10年，全香港嘅媒體都喺度嘲笑張柏芝，影到佢喺街市不修邊幅咁講價，影到佢單手抱住細路，拎住大包細包喺機場步履蹣跚，影到佢喺鏡頭面前情緒失控。喺嗰啲刻薄嘅文字下面，張柏芝係一個被時代拋棄嘅怨婦，係一個只會攞細路做籌碼嘅過氣影后。但係無人睇得穿，呢係張柏芝最極致嘅潛伏。佢唔爭，係因為佢深知謝霆鋒嘅性格。嗰個男人食軟唔食硬，你越係歇斯底里咁要名分，佢就越係好似受驚嘅野馬咁奔向王菲嘅懷抱。於是張柏芝收起咗所有嘅鋒芒，將嗰份曾經燒毀一切嘅愛，生生濃縮成咗一碗濃稠、冒住熱氣嘅人間煙火。佢喺度倒謝霆鋒骨入面嗰種揮之不去嘅孤兒感。謝霆鋒出生喺謝賢同狄波拉支離破碎嘅婚姻入面，佢呢一世最渴望又最恐懼嘅就係家。王菲俾佢嘅係一個華麗、充滿哲思嘅夢境，嗰度有靈魂嘅共鳴，但係無清晨6點半嘅早餐。而張柏芝俾佢嘅係2個活生生流住佢血液嘅生命。呢10年，張柏芝喺每一個深夜入面，都喺度打磨嗰把名為母性嘅利刃。佢將馬卡斯教得好好，嗰個細路嘅一舉一動，每一個挑眉嘅瞬間，都精準咁複刻咗謝霆鋒後生嗰陣嘅影子。呢個唔係巧合，
係一個母親喺無數個日夜入面嘅刻意雕琢。佢要細路記住爹地嘅味道，記住爹地中意嘅吉他旋律，記住嗰個永遠空置嘅位。張柏芝喺呢場名為復仇嘅馬拉松入面行得好穩，穩到令人心驚肉跳。佢唔需要親自出手去撕碎風飛戀，佢只需要喺每一個重要嘅節日發出一張細路圍埋一齊吹蠟燭嘅相。佢只需要喺謝霆鋒偶然返香港探視嘅時候，體面咁退到一邊，露出一個隱隱而慈愛嘅笑。呢種以退為進，先至係最毒嘅殺招。佢要謝霆鋒喺每一個返到北京公寓嘅夜晚，都會喺王菲嗰種清冷嘅茶香入面，忽然聞到一種名為負罪感嘅味道。佢要謝霆鋒意識到，佢追逐嘅嗰個仙女，本質上係奪走佢仔仔爹地角色嘅罪魁禍首。呢就係張柏芝嘅絕地反擊。佢將自己嘅姿態放低到塵埃入面，然後喺嗰片泥土入面開出一朵令謝霆鋒無辦法直視、帶住血嘅親情之花。佢用10年的寂寞換嚟咗馬卡斯喺嗰場晚宴上面致命嘅一擊。嗰一刻，當馬卡斯問出嗰句點解嘅時候，張柏芝就企喺唔遠處嘅陰影入面，佢嘅嘴角或者有一抹轉瞬即逝嘅弧度。佢知道嗰把磨咗10年的刀，終於精準咁割斷咗王菲最後一根神經。呢邊度係弱者嘅掙扎，分明就係頂級獵人嘅收網。佢贏咗，唔係贏反咗謝霆鋒嘅心，而係贏碎咗王菲嘅仙氣。企喺淺水灣地毯上面嘅謝霆鋒，嗰一刻佢嘅靈魂係被生生劈成兩半嘅，一半係好似火燒一樣嘅愧疚，嗰團火順住馬卡斯自亂嘅指尖，一路燒到佢嘅心窩，將佢咁多年築起嘅冷酷防線燒成咗殘渣。另一半係好似水一樣嘅涼薄，嗰係佢同王菲之間嗰份高傲唔染塵埃嘅契合，呢一刻卻好似深不見底嘅寒潭，令佢感到窒息。佢望住馬卡斯，呢個細路唔單止生得似佢，連嗰種倔強，嗰種喺人群之中格格不入嘅孤僻勁，都似十足當年嗰個為咗逃避父母爭吵，匿喺房入面將手指練到流血嘅謝霆鋒。呢係輪迴，係謝家男人逃唔掉嘅宿命。謝霆鋒嘅內心呢一刻正上演緊一場血淋淋嘅困獸鬥。佢喺北京嘅嗰啲年真係快樂咩？佢沉溺於煮食，沉溺於火候同埋調味嘅毫厘之差，其實嗰只不過係佢嘅一種心理補償。佢喺廚房入面尋找掌控感，係因為佢喺生活入面，喺作為一個父親嘅角色入面失敗到一塌糊塗。佢唔敢返香港，唔敢面對嗰個被佢親手打碎嘅家，於是佢將自己放逐喺王菲嗰個唔食人間煙火嘅仙境入面。王菲曾經係佢嘅救贖，係佢靈魂嘅避難所。但係呢一刻，當馬卡斯問出嗰句點解嘅時候，謝霆鋒睇王菲嘅眼神變咗。嗰種眼神入面唔再係純粹嘅仰望，而係一種混合咗怨懟同埋清醒嘅淒涼。佢突然間意識到，王菲嗰種超脫世俗嘅仙，本質上係一種對現實責任嘅徹底漠視。王菲可以為咗愛去流浪，去閉關，去活到好似一個少女咁，但係呢種自由嘅代價係令佢謝霆鋒變成咗一個徹底嘅罪人。男人嘅成熟往往係一種對純粹愛情嘅幻滅。佢喺度諗，呢10年嚟，佢俾過呢個細路啲乜嘢？係銀行卡入面嗰串冰冷嘅數字，定係嗰一年一度客氣到好似陌生人一樣嘅見面？謝霆鋒望住馬卡斯眼底嘅淚光，嗰唔係一個8歲細路應該有嘅眼神。佢轉過頭望住王菲嗰張依舊美麗但係顯得咁陌生嘅面，佢第一次覺得呢個佢愛咗20多年嘅女人，其實離佢好遠，遠到根本聽唔到地面上面細路嘅喊聲。佢終於爆發啦，嗰一聲夠啦，唔單止係對王菲嘅狂吼，更加係對佢自己呢10年荒唐歲月嘅告別式。佢喺度咆哮嗰個自私嘅自己，咆哮嗰個匿喺愛情背後做縮頭烏龜嘅自己。佢以為只要唔睇、唔聽、唔返去，嗰2個流住佢血嘅細路就可以自我療癒。呢個念頭真係好荒謬。謝霆鋒嘅身體喺度劇烈抖震，牙關咬到落落聲響。呢一刻，佢唔再係嗰個風華絕代嘅天王，亦都唔係嗰個不羈嘅吉他手，佢只係一個被逼到懸崖邊緣、滿身罪孽嘅父親。
佢想伸手去抱下馬卡斯，但係發現自己對手係污糟嘅，沾滿咗對另一個女人嘅虧欠，沾滿咗對家庭嘅背叛。呢種撕裂感令佢差啲想當場跪落嚟。佢發現自己追求咗一世嘅自由，到頭嚟只不過係一場空。佢自以為是嘅真愛喺血濃於水嘅親情面前，竟然顯得咁輕飄，好似一根斷咗線嘅風箏，喺香港陰冷嘅夜風中搖搖欲墜，最終墮入咗萬劫不復嘅深淵。56歲嘅王菲喺呢一刻聽到咗自己靈魂深處支離破碎嘅聲，喺嗰聲震碎耳膜嘅救啦之後，世界陷入咗死一樣嘅沉寂。佢企喺淺水灣昂貴嘅地毯上面，卻覺得好似踩喺萬丈深淵嘅邊緣。佢微微仰起頭，試圖揾返嗰抹刻入骨入面嘅傲然同埋疏離，但係面頰上面冰涼嘅淚痕，卻好似一道道醜陋嘅裂紋，宣告住嗰個唔食人間煙火嘅天后喺呢個8歲細路嘅質問面前徹底還俗咗。佢內心正經歷緊一場前所未有、近乎自虐式嘅拷問。當馬卡斯喺嗰晚問出嗰句話嘅時候，佢唔單止刺破咗王菲嘅防線，更加撕碎咗我哋對極致愛情最後嘅幻想。人生呢一局，邊個都唔係贏家。謝霆鋒、王菲、張柏芝呢3個名將會永遠提醒住每一個後嚟者，如果你俾唔到細路一個歸宿，咁你嘅愛注定只係一場害人害己嘅淒涼劇毒。如果你都覺得呢單嘢令你有所啟發，記得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喺評論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我哋下期再見。